天色真暗，不过学校内底阁有家长带囡仔排队，等要做 PCR 采检。新店某一间国小今仔日宣布一个班级以风险停课一天，因为有学生的家长确诊，怀疑是和昨新店规家伙仔确诊的老爸，按号106做工课有联络才会画到。不过好佳在目前囡仔 PCR 采检的结果是阴性。会不会担心？对，可是真的，我好像都没有接到消息。囡仔伫遇到病毒的风险当中，嘛，互家长真紧张。另外，通园阁传出增加2位囡仔确诊，其中一位东安国小女学生是9号和暗号17983和妈妈去CT食饭，而且阳性确诊。另外一个学生是读通园新街国小，敢若是去过有确诊者的华盛顿幼稚园安亲班才会画到。有学生或者是幼儿确诊，那是17个人。那也许这个陆续还会再增加一些。电本长欢乐 CT 的传播链真歹斩断，通园地检署公务员9号去 CT 食饭，当时无实人制，事后嘛无通报，阁继续去上班到昨。同办公室的同仁进行快筛，以及分批前往筛检站进行 PCR 采检。那目前报告所有关于 PCR 及快筛的结果均为阴性。自9号到18号已经拖9天，无主动采检，阁延迟通报，嘛真有可能会变作新的防疫破空。